举先准备到黄永昌店里投递书信。到南岸角路江，看见来灯浪向一个伙计不像伙计，童儿不像童儿，到了大客中少等下人，其实就是黄永昌店里3年级阿西。阿西做了啥体？了动南京，考完南京。黄永昌看一看，把里的号码的，我要让我娘的兄弟，一定要拿地行动地里向来考虑。这个书啊，以财宝所有个阿西呢是相当可贵，那边看里，蛮小人爷娘，虽然也死他娘的兄弟手看阿西，拉了老百姓上落子同地，养我屋里。黄永昌的脾气个性，5年下来呢，阿西才没退。黄永昌叫派对大来时，爷妈唔不低，早浪向不吃派粥派饭，有茶会，半夜吃点心。咁么阿西想我随了点心东地里向来考虑。黄永昌早浪烤下面割下猪，一本正经。阿西啊，有话。这2年有话后气都牙齿痛，当我到官人搞茶叶店里，买14个铜钿块鸡蛋糕来打打，有马手，你有什么还有马手手叫香舌手？阿西考2个铜钿打玻璃向考完，拿子10几个铜钿奔到官人搞茶叶店。搿些辰光鸡蛋糕不像现在专卖店，是吧？各式各样奶油、水果、标花蛋糕，搿些辰光鸡蛋糕真块的蒸出来。那么你去买蛋糕呢？你讲买交关铜钿，老板帮你切1块。黄永昌关着阿西买14个铜钿1块鸡蛋糕，阿西2个铜钿烤完它，摆到茶叶店里向切子1块10几个铜钿鸡蛋糕，盘里向一放，追过来到窗门10门洞下头。哦，14个铜钿打10几个铜钿，摊板1块的嘞。那么这刚送进去，挂进帽子也讲我考完，哪能发呢？哎，最到龙岗龙塘区，前头有一只来灯，沙拉水平个啥的，搿三出来出来屋上，过去拿来灯上个灰尘，吹干净，拿10几个铜钿块鸡蛋糕。移到来灯上看看500人，去2只水星撒带块鸡蛋糕了，3吃小猪啊鸡蛋糕，蛮黑蛮松的，把那3吃搿块鸡蛋糕，塌了边，脖子发散，哦，那大肚子发散，伊呢讲实头蛮讲，苏州人讲起来有点水，那实个一吃。边浪向是大的，当中薄着的，两边结果里往正盘里向一放，奔到张房间，有话鸡蛋糕来着呢。黄永昌一看也死快，这鸡蛋糕塌了边，别结果里拿过来放到纸包里，叽嘎叽嘎瞪牙齿。阿西呀，有话。那今朝块透明鸡蛋糕塌了边，吃了嘴巴里，叽嘎叽嘎瞪牙齿。有啊，这个是人家官人搞茶叶店里向新产品，新产品，啥个名堂？叫啥？叫肉质鸡蛋糕。黄永昌像个小猪结棍，卡住我个语委员里的说法。叫肉质鸡蛋糕，鸡蛋糕谁要吃松吃鹅？我要吃肉质鸡蛋糕，我反吃面线饼、枪饼、新疆人的馕，搿为要结棍？难得考完第一次反打里外，明朝早浪向拿14个铜钿台上一放，阿西呀，有话，打有话，官人讲面店里向喊话，14个铜钿有焖肉面。硬表大金的重庆高分讲师，
羽毛手。阿西下也来了，2个铜钿卡有我只12个铜钿，本到估计搞米地里。哦，老板小姐呢，打侬12个铜钿，马虎玉米，辛苦接对装地，江西山地，不来三个，先举翻来个青年噻。你还是来抢我生意啊？收罪城里人啊，统一报告，焖玉米高成江西14个铜钿，我买12个铜钿，不要把别人搞马三门，要发3袋戏。啊不，半夜14个铜钿，11个铜钿不来。哦，那个老板还有点垃圾点事，那么弄讲，铜钿饭考虑，老板啊，你不晓得侬啥人，侬到那时我交代一番。你啥人啊？侬虽是沈阳、南岸高卢港大神堂地里县人，叫阿西。哎哟！那么你到老板王永昌大老板，好，那边刚才你老板好跑的是水大个100点100行家，跑的到来是亚马500点，你是刮成母子呀？门开进得96，早上起来把侬12个铜钿叫侬毛无门肉，你也不肯讲毛把侬，那么不毛把你吃嘛，也对不是老板，那么这还侬出卖的这个，上个二的侬只要2个铜钿。侬来打你刮子帽子踢脱2铜钿吧？你说打老板踢脱2铜钿，这个2个铜钿就是王永昌的，14个铜钿，一碗焖玉米，硬标大金头，上头放点大水，一盆姜丝香喷喷，搿些辰光的米汤，正宗老汤，鸡汤米调出来，里向的汤拉叉焦啊！阿西最大窗门城门洞看看500人，今朝侬铜钿分考虑上，侬吃也吃脱点个，一开始，哦，鸡汤米洗得嘞，哦哟，啥子不错？那个写出来一碗汤米，把你3开煮，全部煮光。不像汤米3过2天吃个烂盘面，那边看个阿西，只吃真肉，不吃装肉。拿焖肉上头搿块皮，啪狠下来往这面里向一倒，拿点针头往这嘴巴里，哦，块焖肉蛋蛮熟的。宋达王永昌张房间，有话焖肉没来着。王永昌一喝一西夸今朝为焖肉面。汤才500一点点，筋头才500一角角。阿西啊，搿不啥个了句噻？啊，有话还是你一不显示灵通，这个是人家官地搞面店里向推出来的新产品。那个新产品打多了咯，叫啥名堂？叫金汤硬面，硬表面筋头。王永昌想法了，搿小句考子我个语，还有点个说法，金汤硬面搿点汤把你浸脱的，硬表面筋的搿点筋头把你面脱像点装肉皮子。今朝第2次1年不过3，明朝不吃鸡蛋糕，不吃焖肉面，吃啥？我龙江里吃汤头，汤头看来哪考虑？我汤头。里向个汤不像面汤有3头弹呱呱弹竖起，哪个2铜钿一只？我吃5只汤头，糯米肉、奶鸡、鸭板子，还只要4个铜钿。你要想烤有里向个心子，要吃里向个肉，汤头随风比关了500门个。早上起来，阿西呀，拿10个铜钿，到油瓦去喊5只汤头，还有什么？有话条条回去，哦，有马手，阿西10个铜钿，摆到汤头堆里向去，5只汤头和好，1只碗托好，最到窗门城门洞，来花头一来，看看500人，哦，搿个汤淡呱呱500米大概，不像面汤，也想吃里向个肉，哦，那弄。嘿嘿嘿嘿，
哎，这个男子像农家侬啊，哪吒比你想的最大。那番看个阿西，难得个聪明。昨日夜里向困觉困了床上里吃饱饭，没把事体，眼睛闭拢了想。你有话鸡蛋加吃过，面吃过，明朝不是吃汤头，就是吃馄饨。侬要一颗红心，两种准备，你为了一颗红心呢？所以半夜里向趁个亮光亮，辣对过233屋里门口个马扎堆上，去滴子一根粗个马扎骨，两头通的，早上起来望着马桶锅里向，一插，三个秘密武器。那见侬吃汤头么，今朝灵光，果然呀，现在汤头来。哎，里向农家侬发把侬好心子，你还要试试看。看500人，马桶锅里向个马扎锅拔出来，望正屋里向床头只汤头浪向，用厚眼睛，今朝个汤头皮子薄蛮嫩，阿西跟马扎锅一是粗一是硬，把你用厚眼睛剁，前吃皮子抽脱到心子里，哪是灵光？哦哟，拔糖吃油了呢！我要拔糖吃油，三口把你喝下去。搿只汤头本来蛮饱满，块头蛮大，三口拿个心子全部喝脱只汤头。哦，那只汤头会得水下去个，那么农家不要紧，马上哥哥分拔脱了，搿小出了嘴巴出来，上头上头，刚才喝三口。现在吃3口气，吃哪里头才用出来？鼻子下部把你用足力大一吃，本来这样子汤头，当吃得这样多，以再快速的马上哥哥把他洞口上一亲，翻个身，一只空心汤头，等了上头吞了吞，这个老子门开紧，哎，不把侬烤油，不把侬吃，侬今朝龙江里把你吃着。空心汤头，有啊，汤头来着。王永昌一看，西靠着汤头今朝大不得了，像球队这个阿西呀，那今朝做汤头这个大。哦有啊，你不晓得吧？谁让谁对汤缸开一般新开汤头店，把人家5栋的一只定做汤头，侬趁把人家不注意，推得来不难吃的。那个小出来要跑着，哦，侬总归对你老板忠心耿耿，那有话，你第二讲翻侬随侬，就快吧，上头只大汤头，你先上米的。王永昌想大汤头了上头，我到从来分吃个5栋的一只定做汤头，快拿过来屋里向只汤头上一夹，那牛皮皮，啥个心子，在结果里。王永昌，一个菜叫刮金母子，还有一个菜叫扩猪拉头。搿只嘴巴特别宽，嘴巴张开，拿只大汤头往进嘴巴里，呼噜一塞，上下牙齿拿搿只汤头皮子牙抽，那么难上当。先出来吃3口气，把那皮子牙抽，搿个3口气往进王永昌嘴巴边上，屁。飙出来，有啊！那只汤头会得擦屁个呢！王永昌气得了先叫昏得个，谁那个出了汤头会得擦屁，所以那番看个阿西，嘿嘿，实际上靠子老板个油养活屋里向娘搭兄弟。今朝辣来灯浪向，因为自从王永昌吃这只空心汤头，时时刻刻不把你烤油机会。那么阿西烤不上油，8菜8搞不舒服，所以辣动脑筋高档克重，侬哪在还烤瓜子母子个油，所以坐辣来灯了。贵顾家醒来，贵顾家醒来。一好当老板来看见大克重要吃耳光，呀！你看个小白菜，小白菜哪会得来？太饭帮太饭来，媳妇太饭上头。哦，侬到上人吓死人个原来那个小白菜啊！哦哟，戳到个眉头啊！开口就讲我小白菜。我不是来野外的。你不是来太饭，你来啥家？我
几分一心。你但跑得到门路，叫等地形少辰光还不努力。你不只是带上哪好吃菜，不是的，我来分一个心呀。我奶奶门心噶。是的。那么门带少上呼吸别塞那讲。哦哟，自己可是大声的。你但蛮聪明的。但是大声当为哪门大声当嘞？哦，那么自己的地句可借王永昌。那么你来背大妹，哪里得种写别塞也在认得哩？阿妹真你来背王永昌手追人的名气，啪啪响，刮进帽子，那是你来背还有啥事体？像我们那，那是行追来的。那行追来噶？你知道？晓得老辈杭州有个阿哥叫王永林，还是开衙在的。那杭州都有我打来个。是的。你来啥家？我来对的书信的。你来送信噶？真是。干嘛那封信呢？哎呦，他那刚还往刚混特子，对个，这封信也拿出来着。这封信呢，事先看得蛮好的。上天们看了个来，不头有个下头，是不是圣诞下头呢？拿封信拿出来。贵顾家，那星儿这次也拜托你了。晓得在那等下，阿西信拿过来眼睛。啥的啊？看信。那里看信像天地书皮带不是讲皮的。昨日不识字，不文化。地里向温国圈在世界的每人家里一个字，叫追之富吃。啥个意思？过去不像现在专门送信有邮递员，那么现在邮递员生意不灵，再生意还就是快递，还是随便啥事体，哪怕北京、广州，还是空运过来快得不得了。封建社会专门送信，这个叫追加版，有个是打比信。倘若杭州打苏州信。杭州方面东家吃得开，脚步的付脱，上头是要追之付吃。那苏州拿上信，再把你脚步里，免得不上问重复。所以阿西拉拉看门开经，还有追之付吃，正面看看唔白，背看看还唔白。四个先生干侬四个字，侬今朝终于分看见，那么灵在，啥体么各种写比赛。我3位2个山东的还努力大方，到老板打起东路的家铺的，你写比赛弄3、4个山东的吉他全部考语，还有说3日天分考上有进展，1日天翻本，我们写比赛啊！这个，难得让外头等些侬打理下去并把你有啊！依然哩呀！阿西，我只信人大里向门得来，砰，乖乖上门手。收好。哦哟，许仙看么哟，你打门开进了喂，你没进去噻，可是门已经怕拿，门是为乖乖喊了。那么啥子晓得个？看见我身浪向扎得个种枪的不放心，咋怕你进去噻？我飞了外头进来偷养把么子了人啊！现在你关门落手，干嘛还没喊？许仙眼睛过不来，门口的来得浪向一手，身浪向下头也是了。那么呢，手里向搿根竹头，我有只来啊！老高头头想剁一剁，啥体么搿种么子嘞，剁脱里吧。等到这样来了，阿西会得去剁脱开，我不再关一盏子。所以辰光坐了海嘛，谁能拉得你阿叔出来？你翻看个阿西，啥体来门关上收合，粗中大细。翻那个写比赛，晓得我阿西不识字，现在外头家伙买卖货多，拿封信来说法。我没一本正经起劲。门法官拿封信到里向去并把老板，那个写比赛到我房间，弄我皮头铺盖卷子手办，侬也收拾个，所以你不小心，门关上，收好，忙进里向去。我关在张房间里坐好个老板，啥人？谁是给他大声当王永昌？死得记录，一只老板面孔。外放理由，调度得法。我从来不做日本生意。
区区王永昌今年50岁，我们乃杭州人住，从小随了那深追学业，到现在不容易，总算弄至一败地，一败行，深追讲起来还有点小名气，但是搿点基业得来是非轻容易，真是知府子说得对，一做一万当时来之不易，半丝半缕很力不力为艰，所以我待人接物更加小心，生意浪向从不肯让步，哈哈，总算逍遥了自在。并余话写出来把那一下，说听，袭击你，袭击，一桩大袭击事体。那个小句还看下面青龙记来，完了啥个事体啊？余话，这个大余话来信着你，我不当啥事体。你杭州阿哥送封信帮我兄弟弟兄大的书信来往蛮正常，那啥体要去办的？余话你不晓得，今朝搿封信了比赛母子水里拿得来，怎么了？比赛母子水里拿，搿个比赛母子讲的要啥？阿西想狮子大开口，但还不够开得太大，要把老板吃泥光。呀，100个铜钿加布的，哼，办啥的啥？还是自家阿哥送封信到苏州帮我要100个铜钿加布的，下趟送的龙井升官，我们哪开心？那么侬就外地些比赛讲不是讲，那么侬打来地特子50个铜钿加布的。哎呦，那大跑的比我老板啊多，不是要有话。那么你懂得不拿上嘛？来了你店门口搿种小比赛也影响你店用的呀。搿大对。那么侬帮那地特50个铜钿脚步的在办。哦，搿是银块呢，小条呢。侬也不老比啥呢？看上去我50个铜钿发拨呢，那封信。不肯拿出来，侬忘记脱人，写出来读上考语，搿封信忘记脱，那么要紧衣裳柜里拿封信拿出来，得了这点上我非眼哈拉达讲起分科清爽上头有罪字付吃，那么出版也吃泥光，所以后世是有话，拿来这一这，送上来，晓得这样，那你看看清爽。王永昌就觉着蹊跷，写出来看上去一拉出花样去，2只嘴里子拿封信，嘎啦一过来一看，名人南外街陆家行王永昌宝地税，点点清清阿哥个笔迹，那开得了50个铜钿加布的，再结果的，随拿信，黄土里向天天啥？你说讲句，做生意人要黄土里向出心，还来做黄财生意。心一出来一看，阿是结账。在外头500里向有罪之夫吃也抽办，所以也就拿着头。说天像啥我生日啊？不是呀，有话拿了看呢，还有白字读出来。哈哈哈哈！笑。你要看有话还有白字读出来，你年纪大也拎不清。搿么你听下啊。王永昌向我龙江里。哎呦有气，哎呦你气，哈哈，随我啊，随我。还是想搿封投名信让小弟啥么子叫？那弄得像日本鬼子讲闲话。王永昌啥等样人？还是我还读把那些句听的。你弄信上的句子全部吃了肚皮里，下搭头露出来，所以你阿西听不懂。搿封信上写得蛮清爽。永昌我弟，世界
他为水族不然未来，两吴地财数生意兴隆，指别个委托。小度虚岁，乃神山公之子。昔日在吴地月日，上春安稳，清明佳节，得遇后美，到来者当亚成亲。哎呦，预计对这两个牛班乃是西塘可人为七头一年，都在姑苏一年。哎呦，两个目的看在神山西族之家，雷地祝福为官，兄永龄。王永昌看到该当心里想过后呀，阿哥从来分讲也弄50个农地加部的，也是那个小句搞出来。我随时讲来起来把你吃生活好耳光，你比我大得快。年纪轻，我要用剑霹雳过来，龙筋耳光哒哒。阿西啊，有娃来，有娃啥？有娃有闲话搭来商量。哦，那你们谁是这个？我搭侬们发烧个吊劲，我笑出了。那来呢？哦，真个搭侬也还那么能够嘞。阿西上当，哪吒头慢慢就指过去王永昌面孔，哗啦一杯。小那个吃了，送心把与自家阿公拿到了那50个农地加部的，拿了了烤鱼拉起来，插哇！阿西反应快，吃他进耳光，有哇！那弄错在侬刚才打那心情开心，屡屡不想想的呀！哦，屡屡不想想，我发好那耳光，那才不讲屡屡不想想。你还晓得我的来个啥人？小比赛。我打那讲，有娃专门用铁子请得来个爆发在大西上。啊，搿么哪会得太晚上头门？你不懂，现在爆发在西上，只要市场出访，也不是多少个幸福的人。你别看的太晚帮太晚来，啊，你不懂，搿跟太晚帮我讲说难听是空心。里向插哈子一步，上方宝剑。那么有哇，搿把宝剑还是专门到地里向来说啥那老板个，写那个出来呀。我打来讲，搿把宝剑专门杀势力、考虑劳动地个想法。好，搿是侬老早妻子好早，还是那样哈子哇？快点到外地去看看，外地办法在许相公安武下头。我下头开正门出去，分我下头，我来浪向23要下头把你我只开正门出去，晓得在？阿西，想想有一记耳光打好长在动地分笼上，慢慢讲，啊还是蛮把好，我来长看。哎呦，长出去眼特呀！本来外头个小比赛，现在行头活得不听，年少英俊。哦，个朋友说的这样办法在都先生，要紧过来，正门打开，你有话开正门出去走。是谁替马说出来着？哦哟，客气得嘞，我要开正门了这个。所以个人要紧立起身来嘛，踏上2步，随了那等来出来。王永昌，老早老了留意点了人情。现在看见老大哥打进来爆发了，哎呦，老大哥啊！师傅大神，嘿嘿，你好你好。师傅大神啊，想小事大事，何用师傅大神亲自出战，真是不爱之至。啥闲话？你爆发在到底怎么说半夜出战？李相亲，师傅大神请。不要，乃是客人理当先请。师傅大神乃是长理当先请的。到底爆发在东关局，你为谁动人？哦哈哇！两高头菜篮水往里向追，阿西衙门来关上，啥对虚线背对了去。哦，这个朋友说的这样爆发在都先生。不晓得你多么什么呀？店里向4个先生看眼特子呀！哎呦，真在来个啥人叫？你这个老板开子到门了，再进去着喂！哎，阿西啊，过来呢！文山。你今我啥么子哈？哦，那个朋友呀，领不清爽，侬单独5年朋友搞下来，那个故事你都应当清爽。哎，侬随便炒欢喜，只要喊那温先生，多个先是喊那温生，只要个先是。不，你啊，特这要怎么哎呀难听了哈？不难听，你也不姓钟啊？
那性子中么大也还能中你也死夸子还？啥天哪能完了完了？哎啊，我来问你，啥？你个老板最近去个啥人啊？那么侬刚才有话最近去啥人？这个年轻三胡子哇！阿西想连得我自家也不清爽，我晓得么头明年光吃不上，我本来吃上金钱光心里想难过，那温莎来问我蛮好，搿金钱光拉那面孔上晒出来，所以那边看个阿西，不做差着生意，温莎。啥起来？啊，你们家老板最近去啥人啊？哎，啥个？啥体？难道对？偷过来？你讲么子话？啥体来？这个亲戚？那种人也拎不清爽，弄得那也还非要把其他三个先生听。该稍微搞点。嘿，没还话，搿么来呢？对对。哎，啥人啊？还是你问我有话最近去啥人啊？哎。干说难听，连得侬自家在分享的拉起来，啪哒哒哒哒哒啪！哎呀，我也是靠着那个晒出来哈，戳得个馒头吃到进耳光了哈。哦，那是阿西一记耳光晒出来，大大理想。有话笑出了，他说好晓得在。阿西要进2杯名茶比农村泡好，茶盘下头一炕立了边浪向，听里到两家头讲战，王永昌。搭着架子，那是quoi？师傅大神，啥辰光到苏州来的？来了几天了。咁么啥天不早点到这话说店里来不相信？这位三不是少无手身，走不开呀。哦，那虽然你阿哥家兄搿封信上，写得比较详细。哦，不过我还是觉着蹊跷。你到底为啥个事体？哎，师傅大神，为得大在到苏州，哎。来吃一年官司，真是一言难尽啊！那喏，清明虽穿玉红纱。在过了杭州，大家侪辣辣说你独家主白娘娘不是人，是妖怪。是啊。咁么老实讲啊，这话说得也多心一句的。怎样？你到底阿晓得你到屋里向家主人了是妖怪？什么大神啊？啥么子啊？啊，你现在还分农村上家主人还是妖怪？是的。搿老实讲，你搿家忒有点出来乎是？是啊。嘿嘿嘿。师傅大神。老实讲。痛恨有
还望叔父大人也将我保持。王永昌老几句话，那许仙刚才的闲话里，脑子里听好。虽然你是压在的老辈，这个朋友搭里到阿哥王永林谁然不同。阿哥王永林辣辣杭州是一个老实个生意人，搭别人家辣辣商业浪向竞争。王永昌这个兄弟就两样，一方面做生意，另一方面才知同的官场当中去跑跑混混，像马哥。包得现在新法讲里是东法令，乃许仙真正的大苦人家的嫌疑犯，不可能吃一年官司。那么现在乃是办法的，辣辣公馆里向随口，我觉得问问啥个一财公馆。倘若这个一财公馆一度来要当我朋友，我乃拔出来一句闲话，我下来生意马上大发财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那如果啊，叔父大人，啥闲话这话说得来自家人，那么家兄从杭州特别拿来家人帮我哪还对不起自家阿哥？我问呢？你现在辣辣啥个公馆随口？我在西江一在公馆随口。西江一在公馆，巧极了。西江一度来呀，里来呀，这话说。搭里也好朋友，我呢拉着锅拔出来一句闲话，都是叔父大人。王永昌说得好，对把许仙西江一在公馆里向出来，许仙在大圣堂500几花荣光，生意大发财运，出名包发财，无为继说。